建築往往承載住人類對幸福生活嘅期望同夢想。每個人都盼望建築能夠變得更加安全、環保、高效，而且適合居住。旅遊家作為全球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 嘅領導者，自2014年立足香港，致力為全球用戶提供高效建築嘅解決方案。公司具備混凝土、鋼結構同鋁結構 MIC 三大建築產品體系，為全球首間掌握三種組裝合成建築技術嘅先進製造企業，並提供研發、設計、製造、運送、安裝及售後支援等一站式優質服務。佔地650公頃嘅現代化工業城，屹立喺粵港澳大灣區，其中旅遊家 MIC 超級工廠佔地25萬平方米，可以實現從原材料供應到 MIC 結構生產同成品裝修等完整閉環，擁有極佳嘅上下游供應鏈整合優勢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喺沙特阿拉伯同其他國家同地區設有生產基地，滿足全球供應需求。作為組裝合成領域嘅先行者，旅遊家一直探索 MIC 嘅無限可能。無論係溫馨舒適嘅住宅，亦或係充滿活力嘅公共空間，我哋都能夠為用戶量身定製建築解決方案，滿足用戶需求。時至今日，我哋供應嘅 MIC 產品涵蓋公營房屋、簡約公屋、私人住宅、公寓、學校宿舍、醫院、辦公樓宇以及民宿酒店、商業應用、公共配套等各領域。項目遍佈香港、中國內地、美國、澳洲、中東等全球多個國家同地區。旅遊家始終堅持為全球用戶打造幸福建築理念，不斷推進建築技術嘅創新。我哋擁有經驗豐富嘅工程師、設計師團隊，並且同國際頂尖學府及顧問公司緊密合作，推動 MIC 技術不斷創新發展。特別喺建築結構、室內裝修、屋宇設施、模具設計以及鋁窗、幕牆研發設計方面，我哋都擁有豐富工程經驗同無窮嘅創造力。旅遊家深知科技創新係未來生產力嘅關鍵，開發 BIM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同 AluSmart 智慧工廠管理系統，實現業務全流程數碼化管理。結合智能建造機器人、自動化生產線等先進設備，全面提升公司工業化生產水準，將模塊預製率提升至95%以上，高峰期日交付量高達250個 MIC 模塊，年產能高達48000個 MIC 模塊。當傳統現場施工仍然受天氣影響，我哋喺智慧工廠裏面預製城市已經成為現實。旅遊家不斷突破傳統技術難題，推動綠色可持續建築技術創新應用。無論係混凝土結構，亦或金屬結構 MIC， 我哋都不斷開發應用環保、綠色可持續物料。透過工廠生產、現場安裝模式，實現生產效率同成本效益雙提升，為建設綠色可宜居城市貢獻力量。展望未來，旅遊家會繼續引領行業發展，
以新型材料及創新建築科技，持續推動全球建造行業可持續發展，致力於建造一個更美好、更綠色嘅世界，為全球用戶共築幸福，共謀幸福。